王太太有啥物唔错哈？系啊，马小良唔是恁的亲戚嘿？王太太，有啥物问题，咱来内面讲啦。真正讲起来，伊毋是阮的什么亲戚，伊是一个流氓。啊？下啥物啊？即马你袂怪我，甲你骂啊吼！俺用弟弟唔是好人啊！伊讲伊是佩佩的表姐，我带佩佩去了，我还讲唔答应，给摆谁呢？啊，你不要甲我问上。你伫压力要问啊？你莫吵，我想要先知影，伊是安怎甲佩佩带走的？今仔日早起，阮人去压力，我洗衫洗了，留佩佩热头毛，通到脑杯有人伫喊我先生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佩佩，我去看啥物人来吼？老先生，你就问老本文先生到底？哦，佢无菜啦。啊，无菜？去倒位无菜啊？唔是啦，我喺讲佢无伫个啦。哦，无伫个啊！哦，安尼你就是老太太啊？我姓马，叫马小良，是佩佩的表姐啦。哦，你是佩佩的表姐哦？对，佩佩的表姐啦。酱醋啦。多谢，多谢哈。这小可意思啦。哎呦，你收客气啦。头一摆来拜访嘛，我再讲佩佩，互恁真操烦啦。佩佩吼意怪哦。啊？佩佩奇怪哦。唔系啦，我喺讲佢意怪。乖啊！乖。错哎呀，迄是恁管教了好啦。因爸爸过身了后，我迄个表嫂带因这5个囡仔哦，嘛足辛苦的。我吼做一个推销员，专性啪走啦，3顿5顿哦，嘛才罕尼去看因一撮啦。今仔日咯，拄好经过遮啦，就来拜访老太太一下。王太太好无？好啦，以后搁咧台北，过2天啊，就等去报地啊啦。错啦，去台北的时间吼，又玩到夜味呢。夜味，佩佩咧。佩佩，你有敢有一个表嫂？什么？表舅。佢讲真侪年无看过你啊呢。佢讲伊姓马。我有听我妈讲过，有一个马子。对啊，阿姐哪有假的啊？老头毛偌好，去看妈呀，是毋是马阿姐吼？佩佩，你袂认得表姐啊？这个囡仔吼唔好讲话。无爱讲话哦。对，伊自细汉就无爱讲话啦。前几工啊，我去台北，连秀秀拢唔敢认我，嘛唔敢甲我讲话呢。我妈咧？恁妈咧台北啊？你带我去找妈妈好无？迄边哪会用的？表姐也无要转台北啊。对啦，今仔日表姐有闲啦，会当带你出去佚佗。老太太，食暗顿进前哦，我就会甲伊带转来。阮人做人茫爱无生意，我要无想到会安呢。妈，变怎？我骑奥多摆出去找看卖咧。我应该进嘛？找看卖啊！找若无，我来去报警啊！老先生，我想伊袂甲佩佩安怎，伊甲佩佩带走，最后也是会来找我，也若无，都是找你的。你诶，伊是啥物人啊？
是我台北的厝边。先生啊！我有一件代志吼，要甲你请教一下啦。什么代志？亲像这几张批吼，批笼顶面吼有假批人的住址甲姓名啦，伊毋过全部拢毋是真实的啊。经过我调查过吼，无假这种批的人呢。啊，这是要安怎去调查？收批的人的名甲地址对无？对啊，批是收到啊，伊毋过假批的人毋知影是啥物人咧。敢逐方拢是挂号的？是挂号啊。每一张吼拢有汇票。买汇票应该拢爱写汇票请购单，汇款人的名甲地址拢查会到。问题是，伊伫倒一间邮局寄的，我毋知啊。我看卖啊。哦，这真麻烦哦，伊根本毋是咧同一个邮局寄的。你哪会知影？你看顶头哦，囡仔的日期、时间、地区，还佫有支局的代号，你看就伫遮。哎呀，真正是一道袂比你一道啦！我从来都无注意到讲这邓囡仔的代志呢。这几张批哦，有大安区寄的，有松山区寄的，嘛有古亭区寄的。多谢吼，我随下邮局随下来查好啊啦。小姐，甲你麻烦一下啦。你敢毋是迄播电视的？对，麻烦你吼查一下这几张挂号批买汇票吼是啥物人啦？叫批的人，你敢知影是啥？唔知影，只有汇票无批，几啊张拢嘛是安尼啊！我已经连续走3个支局啊，买汇票写单的人吼，拢是啥物赵新安、李新安、钱新安。真奇怪，我替你查看卖咧。多谢吼，希望你莫阁我失望啊！秀成，老太太，你莫艰苦啊！两日啦，一点仔消息都无，很俺样也唔伤心。老先生为派出所回来，若是无消息，我就去台北一抓。妈，咱打电话去台北，互大哥阿姊甲赵哥哥安尼就用啊。阿良找的是我袂用无去等伊。啊，我咧，你就暂时留伫个遮，万一配回回来，你嘛好甲我联络。那滚就就生笑了。表嫂，表嫂啊！你哪过来遮？就找阮表嫂啊！遮无恁表嫂啦，出去！我找高秋霞会用的吼。高手下走啊啦！伊当时会转来？伊袂紧转来啊啦！我已经甲厝收倒转来，伊搁转来要创啥？你死心甲归去啦！我找伊有代志啦。要找去布袋找啦！我想哦，伊一定会转来的啦。那你去门口等，这间厝是我的。嘿嘿，
你的啊，咱参详一件代志好无？我留一个电话给你，假使讲秋夏回来，你会当打电话找我啦。找你哦，这把伤用，唔免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换我卡过来好无？你这个电话是几号啊29。啊？有诶啊，给我一包大米条，错呀，有诶啊！以为就好啊。嘿，老太太啊，麻烦你甲老李个讲，暗时9点有通告哦。好，唉，亲像伊这种人吼，应该永远啊关伫让我来啦。是安怎要甲放出来危害社会咧？你诶，你诶，秋霞，你诶，秋霞，你诶，你哪个回来啊？我心内足着急诶，阿良去德山，甲佩佩带走啊。啊？这个唔正经。你诶。老李啊，王太太敢有甲你讲暗时9点通告啊？哎呦，这半夜一日看哦，小小人人啊！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爹哋啊，啊你一张批写1点外钟啊呢？较早你教册的时阵，定定嫌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了无好，啊，今嘛叫你写1张批，你煞大细声爱。唉，这种批哦，佫真歹写啊！这毋是我逼你写的哦。是我无甲人家交代好，无你先出去讲秀秀的代志，才会引起误会。王太太无欢喜，查某囝带你就走，这一切拢是我的唔对。对啊，啊你批顶就用安尼写啊。嘿，你反应佫真紧嘛？爹哋，咱是老阿母啊，啊你敢一定爱计较啥人对啥唔对啊？哎，大丈夫，什么代志拢爱担。你总袂晓互我写面子写到布地去啊？妈咪啊，我就是介意你这种人，无道理的代志，你拢有法度讲出道理。烧钱的时阵哦，永远拢袂输人。你莫甲我口说啦，写1张批嘛无啥物困难啦。啊，你不爱写，我家己写。安尼你要安怎写？当然用你的口气，照你头拄讲的写啊。啊？安尼也是我家己写就好啊，何必着麻烦你来替我写咧？妈妈，妈妈，我被锤，妈妈，妈妈。烦死啊！我已经有够散啊，你要甲我哭搁较伤心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哎，你是插煞袂啊？插到我烦死啊！我讲的话你是听有无？烦死啊！哎呦，丽丽啊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伊是咱的小财神呢，咱这摊趁会着吼，咱就会当过一阵仔好日子啊！哎，啊，毋过伊规工拢袂讲话，一日到暗咧烦妈妈，我都烦死啊！哎，你是凭什么烦啊？我也毋是无互你食，也毋是无互你穿，叫你照顾囡仔尔，你就烦，你是咧烦啥？我袂晓嘛！哎，
你唔是袂晓，你是真啊你！好好一条路你唔行啦，哦，搁想要出去赚皮肉钱是唔？好啊，好带你走啊！我甲你讲啦，你若对我遮出去哦，看还有谁敢敌你？我被准妈妈，我被快快准妈妈。卖吵啦！我要出去，囡仔若碰见我找你讨，你若想要走出去叫我抓着，你就会死甲真歹看。妈妈，我被准妈妈，妈妈。来，王湾，有看到无？就是这个看板，伫咧遮楼顶哦。我知啊。我来试电铃。诶，找啥啊？哦，我们来找马老师学钢琴的。哦，去你啊！借问一下吼，你是毋住3楼哈？ 3楼是我住的，因是住4楼。哦，多谢你吼。哎，糟糕，用要剃腿啊！找无这位滚生笑老大的啦，抓抓去。无刷头去嘛无法度啊！哎，伊是诚心的行善，就惊你调查啦，所以吼，伊无这个名是正实的啦。上界好笑的是吼，伊拢叫做心安，伊也毋过每一摆吼，伊拢换一个姓。我甲伊寄来批吼，摆做伙看，伊是按照这个笔卡姓顶面所摆，钓钱顺利九五地王。我敢断定讲吼，伊后一边寄来批吼，一定叫做郑心安呐。搁后一边吼，伊就叫做王心安，钓钱顺利九五地王，嘿，搁真顺呢。我来录影，9点的通告，我嘛好来走啊。秋霞，你先去困啦，我看阿良袂来啊啦。我一定要等到伊来。你吼，不如去看婉婉。我即马全部精神，拢放伫佩佩身上。哎，对啦，明仔载我无通告，我来看婉婉。喂，是秋爱呐，伊出去买物件。我是婉婉，你哪会知影我是婉婉？你是啥？马啥？你等一下哦。喂，请问你电话几号？喂，奇怪，妈来啊，餐厅。马来亚餐厅，马来亚餐厅，马来亚，马来亚，5717192。佩佩，佩佩，你伫迄倒位？出来！你拢甲我出来！佩佩，甲佩佩放开！无遐尔简单啊！甲佩佩放开！你若敢去啊，我就要爱伊的命！你莫动手！恁两个甲我挑好，甲厝契互我，另外搁互我50万，啊若无，佩佩就无命啊！免小想，阿亮，好，我啥物拢互你，只要你放佩佩走。佩佩，佩佩。
佩佩，佩佩，你伫倒位？佩佩啊，你哪会拢无爱困啊？我在想妈妈。哦，过年刚后，我甲代志拢办好啊，我就带你来找妈妈，好无？咁真呢？当然是真的啊，大人免哪会骗囡仔啦。表姐，你是安怎要甲我带来遮？哎，表姐不服啦，恁爸爸死去啊，我就是你的亲人啊。恁妈妈无在调请用你，就应该交互我啊。是安那要甲你送互别人？哎呦，我是想要做互恁妈妈看，我是有能力请用囡仔。佩佩啊，恁表姐是一个大好人，你敢知影？我唔知影。啊？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好，阿姨，你倒来啊？我去买明仔载透早的早点，你哪会遮紧就困去啊？要困去眠床顶困啊？阿姨，我拄则替你接一个电话。哦，有人打电话来哦。我替你查电话号码哦。啊，真乖，伫倒位？妈来啊！572-791。这是马来亚餐厅，哪有可能？你敢有问伊姓啥？我无听清楚，伊惊那讲妈来啊。哦，查甫还是查某的？大波。戆囡仔，迄是国外的电话啦，是马来西亚卡来。迄个人是毋是姓曾哈？伊敢若知影我叫做婉婉。伊当然知影啊。我是你将来的妈妈，伊就是你将来的爸爸。你的代志，伊拢知影哦。将来的爸爸，那安尼伊叫啥物名？伊叫做曾静声。伊敢会介意我？当然会啊。后摆伊若转来时阵哦，会炸少做你介意的衫哦，食的物件，啊，搁有佚佗物哦。那安尼你即马随敲电话互伊，叫伊转啊。即马伤晚啦。袂晚啦，伊大拄仔才敲过来啊。袂用诶，伊会敲过来，我即马袂用敲过去。哪有遮尔奇怪的电话？哦，你是会用诶。暗时我今日插着伊的困眠，阿姨明仔载透早卡，甲伊讲叫伊较早转来咧，晚晚就想伊，好无？乖，紧去困。拜拜。这个囡仔伤巧，真侪代志，恐惊无法度隐瞒伊。你伊也无睡哦？你嘛无困啊？伊压了饲压袂啦。囡仔拢放弃啊，这也无啦，搁饲啥物鸭？
老伯，早顿煮好啊！秀秀，你真乖，大早起来替我洗衫裤、煮饭。秀秀，你要甲阮怪吼？老伯，阮家己怪阮家己命无好，恁本来过了好好的，为着佩佩，害得恁袂安宁。我哪早知影，你有迄种表情，就要出迄种事情。连阮嘛唔知啊，妈干那想要甲阮安排妥当，安尼伊就无心思啊。谁知影，因公伯也互伊受遮尔大的折磨。这嘛是无办法的事情。一个查某人带黄个细人呢，嘛伊甜的。你妈妈甲你送互别人，嘛毋是清清彩彩送出去就算呢，伊真细意迄套。细人的出去嘛毋是无管啦，像佩佩发生这款的代志，伊嘛系真心走去台北找佩佩。哎呀，做阿妹还无简单哦。兰，我感觉跟你做伙足亲的呢。真紧啊！像你按怪的细妹的，对万人都要介意。若毋是你妈妈甲你送互牛家，我要想做妹的。牛家，我无一定会去。哦。希望佩佩平安无代志，啊若无，遮尔大的打击，妈哪会堪的？这敢会是歹计条？是不是佩佩出代志啊？妈，假使佩佩无离开咱，就袂发生这款代志。佩佩，你伫倒位？妈，我无想要离开你，我真是无想要离开你。也毋过我毋敢甲你讲，我知影，
你想过来就艰苦的，你敢若想要甲我安排好，然后才会安心去见爸爸。妈。 秀秀应该了解我的心意。伊跟他无介意娘家，若是互秀秀心不甘情不愿去娘家，将来一定会影响到伊的成长，是要安怎呢？ 家人还阁有一间开文具店的，我感觉嘛真适合伊。囡仔大汉啊，秀秀已经有家己的意见啊。我看，还是先甲伊问看卖，再来做决定。秋霞，秋霞。 李大哥，遮尔早就转来？我也无几场戏啊，落沙我就转来啊。本来哦，明仔载还有一个单元剧找我，也毋过我甲杀掉呢。是安怎要杀掉呢？哎，录一本才几仙钱嘛，我袂当为着这几仙钱，连配配都无去找啊。李大哥，你对阮足好诶。哎哟，啥物咧好唔好啦？你讲这种话哦，伤过客气啊啦。其实啦，我心内早就已经有顾虑啊。 假使哦，我对佩佩代志那是无关心，恁又阁有话讲啊，讲哦，大哥阿姐除了关心弯弯，别个囡仔哦，伊拢无关心。我袂安尼想。最近歹讲哦，拄着甲弯弯有利害关系的时阵吼，迄我哦比想考虑搁较侪哦。我对每一个囡仔拢爱顾得着，并不是对弯弯一个。伫替伊安排的时阵。 我拒绝过袂少人，嘛掠条足济批，并毋是针对李大哥你一个人。哎，莫讲遐啊啦，食饱啊啦吼，烧的哦。我才袂落去。还罔还，食嘛爱食，找佩佩哦是明仔载去的代志啦。思念佩佩，还阁分什么日时暗时？将思念轻轻放。 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转眼。你是什么款的后生啊？我是倒一点对你无好，一开嘴就应嘴应字，甲我当作笑亏。妈，你对我想过好啊，我挡袂掉。好。 敢若听人讲受气挡袂牢，无听过对你好挡袂牢啦。真实的啊，你想看觅？只要我出门，你一定会讲一句爱较细伫车的哦。不管什么时阵转来，你就问我食饭啊未？遮尔热的天，暗时你搁替我加被，大课小课记甲比阮老师搁较清楚。前一个礼拜就开始细细念，爱看册，爱看册，得要考试啊。妈，我偌大汉啊，这个代志搁爱你操烦。 我敢毋是白话的。你看啦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两句，我讲两句，你讲规大堆。好啦，就算我啰嗦啦，就算我爱念啦，你替恁妈讲生笑，敢是应该的？讲我想要放荡来过日子。你是嫌我，也是消遣我，我是为着啥哈？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啦。妈，我是条工讲话较心实的啊。什么心实唔心实？大家就在咧车行，收效计效。 排解纠纷报税，逐工忝到要死，哪有啥物精神去心息哦？也毋过，你还有精神管我交女朋友的代志。哦，你讨厌我管你心，为即马开始我不爱管啊！你爱交啥物款的人，你就去交啥物款的人啦。你就是结婚，我嘛无意见，安尼敢袂用的哈？
妈，假释了。当然假释了哦，大学毕业你就赶我走啦。那呢我结婚，你也无要插无？迄是你家己的代志。我较输甲你生一个足古锥的孙，你袂无？我囝拢无爱治啊，搁要治什么孙？我要治孙。任何人都无法度改变我的心意，不管伊是毋是亲生的，我会咱规家伙啊对彬彬付出爱心，不准任何人对伊无好，敢有付出，才会有快乐。家就是安尼，工厂嘛是安尼，整个社会嘛是安尼。爸，即嘛是我咧讲话，你莫我插嘴。我知影你想要讲。我又跟你讲有诶无诶啊，范官，你想过去，我敢捌安尼讲话过？无啊，爸爸从来都毋捌对你大细声过，因为即马你变啦，受伤了后，你规个人拢变啦，是你家己先认为你忏悔啊，无路用啊，也毋过别人无安尼看你。你是我叶万清的后生，除了袂当拍橄榄球以外，你甲平常人同款。只要你的头壳无受伤，提起精神，我的事业拢是你的。你会当接管任何一个部门，无人会反对。任何一个部门用的是你的头壳，毋是用你的骹。你是一个领导人才，毋是一个搬货。玉玲唔敢讲，因为你时时刻刻你逼伊离婚。你讲甲真好听，这是因为领导的精神。你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翁婿。这个问题，爸爸唔是唔捌想过，这需要玉玲伊讲出来。敢要离婚是伊的权利。搁再讲，人的生活除了肉体以外，还有精神生活。回想年过。伊毋是同款过甲逍遥自在，问题是你会当予伊啥物？假使你会当上进，振作起来，伊不但会当得到安慰，伊嘛是你上好的助手啊！恁妈唔敢记你，因为你种羞愤的眼光，伊挡袂牢，暗时常常哭我听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不过我讲的拢是真的啊。你讲了对，你讲了无唔对，你讲的拢是非常正确。也毋过你袂记，伊是你的妈妈。可能你细汉的时阵，伊对你的照顾无够，这嘛是环境的关系。你有阿嫂专门来照顾你，假使是彬彬的妈妈，卖水果爱囡仔，新妇煮饭爱囡仔，迄当然无共款啦。就算养育上对你有一寡欠缺，生你的温情，你总袂当放袂记是啦。阿妈，阿公在生气。彬彬乖吼，彬彬以后莫让阿公受气吼。拢是因为我，互老爷发2、3天的脾气。范官，这2、3天，我甲我应该讲的话拢讲啊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而且，我慎重的甲你讲，我绝对袂为着互你欢喜，疏忽恁妈妈。阿妈麦克，阿妈乖。拜托，我真是袂瘾去啦。理由真简单啦，我要陪我大囝去学钢琴。我知影欠一开的滋味真艰苦啦，你会去找阿峰啊？哦，伊有代志袂瘾去，恁就放伊煞；我袂瘾去，恁就加嘛。哎哟，需要我的时阵我是好朋友，无需要我的时阵哦，甲我当作球共款一骹踢开。好啦，有一件代志你要答应我就要去。叫恁翁打电话给庄正声，叫伊最近转来一撮。哦，你有够讨厌呢！我昨昏头才细汉了袂上啦。讲正实的，查某囝来了问过我，庄正声伊嘛想要见囡仔。
安尼你马上叫恁翁打电话。好，安尼我马上到。拜拜。婉婉，来啊！阿姨，我安尼穿有好看无？真好看，敢若公主共款哦。行。阿姨，甲你参详一件代志，好不好？哈？有一位你妈妈，伊叫我去拍牌，伊的先生是你将来爸爸的好朋友，我无去实在就歹势呢。毋过你还未打电话给将来爸爸？我卡，伊啥物时阵会转来？真紧就会转来哦。真是咧？阿姨无骗你啦。来，甲这3000块早欣赏。这么多哦？你还买乐谱啊？搁爱坐车呢？说实在嘞，家己去坐车学钢琴会晓袂？会晓。所在知影无？知影。转来你就家己开门，巴肚若是枵，你连去路口的小店食物件。好，我出去哦，再见。婉婉就乖哦。妈妈，我要做妈妈。妈妈，你已经画到几落工啊？嘛应该画到喙焦。来，啉起水，啉了你要画再搁画。妈妈，妈妈，烦死啊！你搁爱就甲你翁仔拼落楼骹去。妈妈，我要做妈妈。妈妈，我要做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我要做妈妈。啊，妈呀！我的布王啊！哪会安尼啊？乱抌物件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心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霜。这敢若是佩佩布王啊！佩佩，佩佩，靠！你在靠啥？妈呀！已经听到我啦。奇怪，这明明是佩佩，伊哪会伫遮？我去找大花姐。大花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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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花姐。婉婉，婉婉，妈，婉婉，婉婉，你哪走转来啊？真奇怪的，我去学钢琴的时阵，捡到这个布王啊，我亲像是佩佩呢。无唔对，这是佩佩的布红啊。婉婉，你倒位捡到啊？我学钢琴的楼骹，布王啊是对楼顶弹落来的。来去来去。妈，你是安怎？秋霞，秋霞，你踮厝休困就好啊，我甲婉婉来去啦。袂用的，我骨脚疼，嘛要去做佩佩。佩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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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要坐啥？婉婉啊，你讲几了？我嘛唔知啊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恁遮敢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差不多6、7岁，挂一副小小的乌目镜？有啊，敢若住3楼呢。 3楼，多谢你哦，秋夏，咱起来啦。拄则我看伊妈妈吼，带伊出去啊啦。秋夏，你身体较无好，你先回去啦。我踮遮等，我今仔日吼一定甲佩佩带回去。 你是安那要甲带对遮来啦？唔是我爱带伊来，我是惊伊互带走。到底是安那啦？哎呦，有一个囡仔咧楼骹怀疑，安尼唔就表示有人知影伊住咧咱家？秋夏，大嫂，你哪个回来啊？你顶届来的时阵，唔是讲甲少有志气？大嫂，我袂伫咧厝住偌久咧。哼，这声好啊！哦，阮兜变做旅馆。阿英，你实在做唔习惯呢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